话安尼去行的人。今日陈牧师所要带予咱的信息的题目是：感恩是一种行动，感恩是一种行动，请咱共同来领受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，因带咱有落雨、润泽土地，要出日头，互咱得到烧乐。这两项拢是咱欠用的。咱要用感恩的心来感谢甲学乐，这是会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愿感谢你极大的恩典赐落伫阮的中间。算效上帝你对阮的疼，最最够满满。我要献感恩的罪伫你的面前，愿你来感谢阮。搁一摆伫这个感恩的节期，互阮做伙来领受主你的话，也欢喜用行动来证明阮是受恩的人。安尼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这是一个感恩的节期，每一年11月第4个主日，咱拢甲称作感恩节。咱伫这个特别的节期的中间，咱要算要晓上帝伫咱所经过日子，赐予咱最多的恩典。那呢，咱也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上帝对咱的慈爱。对咱丰盛的恩典，伫英国剑桥大学中间有一间教堂，叫做圣 Mary 教堂，内底有2个祈祷的垫子，这个垫子内底呢有写2个字，一个是 think， 一个是 thank， 敢若真同音，不过伫这个内底，一字是叫做思想。另外一字是叫做感谢，这2字拢是出自同款的字根。这2字的意思要表达的，就是讲，一个会晓思想的人，应该是一个会晓感恩的人。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有思想，因为这个思想，咱才会当算效上帝恩典。因为咱有思想。所以咱会当知影人对咱的恩情，咱爱报答；咱会晓感谢上帝对咱的疼痛，咱会晓来回应伊。咱回顾过去的日子，感觉时间咧过真紧。今年2022年，搁剩5个月就要结束。总是咱有经过这日子。亲像上帝用恩典做年冬的冕旒，伫咱所经过的路径，拢有油咧滴。伫这个过程内底，咱有欢喜，咱也有悲伤，咱感受到成就感，有时阵咱也经验到挫折感。伫这种的过程内底，咱深深体会，今年是一个充满考验甲挑战的一年。因为咱感受到经济的衰退、薪资的倒退、就业环境的困难，这个总是咱有愿要感谢。因为伫这个中间，互咱体会，无论伫顺境、伫逆境的内底，拢有上帝甲咱相甲伫地。因为伫逆境的时阵，是要互咱有机会来思考、来反省。来检讨，伫顺境的时阵，是要爱互咱有感谢、有行动、有服侍。虽然伫这个节期内底，迄个感恩就是要提醒咱来算效上帝对咱的疼。感恩也是要互咱有一个行动来见证、来服侍、来奉献、来回应上帝对咱极大的恩典。诗篇116篇，咱现在所读的这段圣经，是一首学了上帝拯救、脱离死亡的一首感恩的诗篇。
咱会当伫圣经内底，列王记下卷19章到20章，来记载这段诗篇的背景，就是伫希西家王的时阵，伊面对伫北国亚述帝国大的军队来攻入到伫耶路撒冷。伫迄个时阵，希西家王无法度来面对着遮尔大的攻击，伊就到伫圣殿的所在，伫遐祈祷，伫遐仰望上帝，祈天互因有困难。伫当时，先知以赛亚先知就安慰希西家王讲：“你唔免惊，咱就倚靠上帝。”伫迄一暝，咱看见上帝差派使者一暝的中间，就拍死亚述的军队685000个，互亚述的军队伫遐投降，伫遐逃走。希西家王伫遐经验上帝拯救，伊伫遐经验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。伫迄个患难的中间，上帝是咱的倚靠。第二项，当这个代志过了，希西家王伊的身躯破病，拄到一个真严重的病。伫迄个时阵，拄是希西家王上兴盛的时阵，伊伫遐面五壁，伫遐来哭，伫遐啼哭，真大声来啼哭，讲上帝啊，你着怜悯我。当我的国家伫太平的时阵，我得到这个这么大的镜头，求上帝你来医治。迄个时阵，也拄是以赛亚先知来安慰希西家王讲：上帝有听见你流目屎的祈祷，上帝要医治你，上帝要怜悯你，伊要应允你加添15年的岁数。这个就是诗篇116篇整个的背景。亲爱的姊妹，伫这个中间，希西家王深深体会，伫简单读的圣经，伫第5节的所在，安尼讲：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咱的上帝有怜悯。伊伫遐真正体会，咱所信靠的上帝，毋是甲咱无关系，也毋是伫迄个远远的所在。伊是伫咱的生命的每一个所在，伊拢要成做咱的困难甲帮助。12节，诗人就安尼讲：我要摕什么来报答耶和华？我所收拾一切的大恩。当时世界王经验上帝这么多的恩典，伊伫互伊的国家得到强盛。伊随时有一个新的感受，讲我要安怎来报答耶和华上帝的大恩。咱知影大恩就是上帝予咱真大真多的恩典。报答原来意思就是要回应上帝的意思。受恩的人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是受恩的人。咱要摕什么来报答耶和华上帝？咱要摕什么来回应耶和华上帝？因为伊赏赐咱极大的恩典。我相信这毋但是希西家王伊生命中真深的体验。我相信这首的诗篇，也是咱每一位基督徒伫咱的生命内面，伫咱过去的年日内底，咱真深的体验。所以这首的诗篇就成做一首感恩的诗，伫圣殿的所在，互以色列人一直伫迄个所在来感谢上帝。伫因过年过节的时阵，因就读这首的诗篇，伫遐来感谢上帝，阿罗上帝，伊极大的恩典，伊的祝福满满伫咱的中间。但今早起伫这个感恩的节期内面，咱要通过这段的圣经，互咱三角来思考，感恩是一种的行动。头一个第13节，诗人讲：我要提起救恩的杯，来感谢耶和华上帝。
搁要救救伊的命。咱知影，迄个杯就是要滴水，还是要滴物件的所在。诗篇23篇有一句话安尼讲：邀我上帝赐福，互咱福杯满溢。上帝互咱的福气满出来，真多甲咱所有的所在拢无法度底，这个叫做福杯满溢。一般咱去参加结婚的婚礼的时阵，咱拢会好朋友坐做伙，彼此来祝福，提杯祝福，参与伫新郎新娘的欢喜，大家伫遐干杯来祝福。伫迄个中间，咱用欢喜来参与伫新郎新娘因伫结婚的中间的欢喜的宴席。杯也代表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祝福。咱知迄个杯就是空空，杯原来是空空，但是咱会当将水倒出来，咱会当将酒倒出来。咱会当将福气倒出来，到伫迄个杯的内面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杯也代表耶稣基督救恩的杯。伫哥林多前书11章15节，保罗咧笑念耶稣基督的拯救，伊安尼讲：恁摕去食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食了后，也提杯讲，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。保罗伫遐咧经验耶稣基督，迄种为着世间人的罪来牺牲，将救恩赏赐予咱。这种的恩典极大。兄弟姊妹，咱今日当坐伫这个所在，是因为咱经验耶稣基督赦罪拯救的恩典，这是一个福杯。互咱会当成做上帝的子，甲上帝有好好的关系，是借着耶稣基督迄种拍破伊家己的身躯，流出宝血，互咱得到拯救的恩典。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讲，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子赏赐予咱。互一切信伊的无至到灭亡，反倒转得到永远活。所以咱要恩主举起感谢的杯，咱要恩主举起救恩的杯，来讲起上帝拯救的权能，来讲起耶稣基督伊赏赐咱极大的祝福。这是咱的见证，这是基督徒的见证。兄弟姊妹，咱基督徒做伙的时阵，唔通常常只有讲到钱、讲到股票、讲到房地产安尼那听。基督徒做伙的时阵，是要讲起耶稣基督的拯救，伊的恩满满伫咱生命中间。问咱基督徒三甲斗阵的时阵，都是伫遐咧讲起上帝疼，咧讲起上帝拯救。有时阵边仔人听到的时阵，伊就真感动，讲这群人的确是上帝祝福的，我真意爱，甲因同款。咱要举起感谢的杯，咱要举起感谢耶稣基督拯救的杯，迄种水的见证，迄种水的感恩，伫咱生命的中间。第二项14节甲第18节。诗人安尼讲，我要伫伊众百姓面前，摇花上帝来行我的愿。咱在以色列民族真重视，上帝来下愿甲行愿。伫民数记第30章有记载这个代志。圣经安尼写，30章第2节，人若摇花上帝下愿，也是咒詛。都爱约束家己，唔通吞吃，都爱照伊嘴所讲的一切话来行。下愿唔是甲上帝讲条件，
祈愿也毋是甲上帝咧交换条件。为什么人会来到上帝面前来祈愿甲祈祷？是因为上帝体贴人的软弱。兄弟姊妹，伫咱生命中有侪侪软弱甲困难，譬如讲，咱的身躯拄着艰苦，咱的家庭得到无平安，咱伫工作的场合内底，咱有时拄着无顺利、不如意的代志。正正遮的，咱常常会用祈祷来到上帝面前，求伊来为咱开路，求伊来帮助咱。有时阵到某一个坎站，咱会讲上帝啊，这样代志你若甲我成的时阵，我就要全家来信耶稣。也是讲上帝啊，这样代志你若来甲我成的时阵，我就要奉献偌济偌济。有时阵咱的祈祷到一个坎站的时阵，这就是甲上帝祈愿。我的阿公是第一代基督徒，为什么伊会信耶稣？是因为我的阿嬷身躯破重病，当时的医生无法度来好的治疗，总是有基督徒甲伊报讲，你来到伫教会中间，互牧师替伊祈祷。迄个祈祷是大功效、大有权柄。我的阿公阿嬷原本是拜拜，就是听了后讲安尼啦，无活马做死马医啦，就已经无法度啊，死马做活马来医啊，就已经无法度啊，无安尼好啦。来教会，当时伫台东的所在，去台东教会，当时的牧师温英春牧师来祈祷，感谢主。我阿公讲，阿嬷的身躯若好起来，阮全家族拢要信耶稣。这是一种的祈愿，上帝恩典甲怜悯，就互我的阿公阿嬷、我的老爸，迄个时阵规家族来信耶稣。现在姊妹，咱知影伫上帝面前的祈祷，咱一定爱行。咱中文一句话讲：一诺千金，一诺千金，就是咱甲上帝所承诺的代志。因为上帝是监察咱心思意念的上帝，所以咱一定爱照安尼来行。撒母耳记第一章，咱会当看见一个故事，就是汉娜的故事。咱知影汉娜结婚了后，拢无生育。伫以色列人的民族内底，认为一个结婚的妇女无法度生产，无法度生囝，这就是无互上帝祝福。所以结婚的妇女一定爱生产，总是汉娜结婚久，伊无法度来生产，无法度生囝，伊就来到上帝面前圣殿遐祈祷，求上帝来怜悯，透放伊心内一切艰苦。想述伊一个囝子，上帝应允，就想述伊一个囝，名叫做撒母耳。咱知影，伫以色列人内底，每一个名拢有伊特别的意思。撒母耳是啥物意思？撒母耳的意思就是我向上帝所求所得到，叫做撒母耳。摩西是啥物意思？摩西这个名意思就是对水内底甲伊摕起来，而且是摩西的故事。所以汉娜伊伫遐经验上帝伫伊天口艰苦祈祷的中间，伫遐想述伊一个囝，就甲伊号名叫伊撒母耳。当这个囡仔长大了后，约略是3岁，汉娜就将这个囡仔送到伫圣殿的所在。差不多3岁囡仔伫圣殿的中间，甲当时的祭司也是先知叫做以利三甲伫遐服侍上帝。用即摆话来讲，就是做老母的，伫囡仔差不多3岁时阵，就带伊来教会参加主日学，迄个意思。因为这个囡仔伫细汉的时阵，拢伫教会啊成长，所以后来撒母耳就成做当时
一个真重要的事实，是祭司也是先知，为着扫罗，为着大卫，伊来抹油，互因成做国家的领导者。撒母耳伊的老母汉娜上帝来求，伊也照安尼将这个囝献予上帝。圣经讲，伫上帝面前要行咱的愿，咱的祈祷，咱的恳求，上帝甲咱应答，甲咱成就，咱就爱应答回应行动来报答上帝对咱的恩情。伫农业时代，伫我东部这个所在有一个故事，讲有一个做事人这个做事人是耕作的做事人伫当时农业时代，拢都爱有牛来犁田耕作。总是这个做事人有一天得到一个大病，食药看医生，拢无法度医好。总是这个做事人是一个基督徒，伊就来到上帝面前来祈祷，讲上帝啊，我要少年，我的某囝要个少年，求你互我这个病会当得到医好。上帝，你若给我医好的时阵，我要将我做事一只牛来奉献给你。上帝怜悯，互这个做事人伊病得到医好。当病医好的时阵，伊煞是要后悔讲这只牛是我做事的牛，我若奉献了上帝，甲卖掉奉献了上帝，阮厝都无法度来生活，当要安那呢？伫遐咧张图，伫遐咧烦恼的时阵，暗时咧困，想来想去，当毋知要怎样。后来互伊想到一个方式，天光伊要到伫菜市仔，要来卖这只牛的时阵，伊先早一只鸡去菜市仔挂一个牌，讲这只鸡5万块，牛200块。但是若要买的人，就爱买鸡，搁买牛，两项做伙买，两项做伙买，安尼偌济？5万块200块。感谢主，伫菜市仔有人就甲这两项拢买去。这农夫，这个做事人，伊就真欢喜讲安尼我会当行上帝的心愿。到伫下一礼拜日，就将这个卖牛200，鸡5万，所以就将迄只牛200块摕来奉献给上帝。当伊甲牧师讲的时候，牧师讲：你这只牛是黄牛啦，迄只牛应该是5万块，你要变做200块啦，但是姊妹，咱知影回应上帝感恩是一种的行动。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，伊互咱多多丰盛，互咱多多长看关心的听，伊互咱是祝福满满。总是当人要回应上帝的时阵，咱唔甘，咱用心计较，咱袂堪一照咱所祈祷的安尼来回应奉献伫上帝面前。这就是咱求上帝来怜悯咱，咱对上帝所得到恩典实在是真济真济，但是咱会当报答的是真少真少真少。英国人安尼讲，感恩是小可的德行那点，袂记你别人的恩情，这是一个恶，这是一个歹的代志。总是领受人的恩情，都唔通袂记住。但是呢，咱去帮助别人，咱都唔通一直记伫咱的心内。这句话实在是真好。感恩是小德，忘恩是大恶。受恩以勿忘，施惠因莫记。互人多多恩情，互人多多恩惠，咱唔通一直甲人记咧。因为上帝对咱真多的恩典，咱也用安尼来请人来回应
伫人的中间。第三项12节，我要用感谢做祭奉献给上帝，我要求叫摇花上帝名。我要用圣经一段故事来甲咱大家做伙分享。路加福音17章第11节甲19节。这段圣经是记载耶稣来医治10个太哥的故事。圣经记载讲有10个太哥的，太哥是一种的细菌霾菌的一种的传染。意思因爱看到人的时候，爱甲身躯包起来，伊感觉爱互人隔离真艰苦。这太哥的人，因只会当秘伫迄个山洞的中间，唔敢见着人。咱伫台湾早前戴仁寿医师来到台湾，迄个时阵，咱双连教会捌互太哥病伫这个所在。咱来看双连的历史，咱就知影这个。后来因为需要照顾真侪患者，戴仁寿医师就买到伫八里迄个所在，专门来照顾这身躯有艰苦的人。都是这10个太哥的，因唔敢期待会当得到医治。总是有一日，因拄到耶稣的时，因经验耶稣的怜悯甲医治。耶稣讲：你都互祭司看，意思是祭司来甲伊证明，讲伊的病，伊的太哥病，拢已经得到医好。这对10个太哥来讲，这个受医治是一项真值得感恩的代志。伊认为讲，袂当这破病，这个太哥病差不多无法度拢医，无法度医好。但是拄到耶稣的时阵，互伊会当得到医治。这种心内的感恩，迄种的跳跳，迄种的欢喜，实在是非常的感谢得到。我相信。那迄个10个太哥，咱嘛是同款。咱伫过去日子，检查有破病、有手术，也是讲咱有拄着官司，有人互相告诉等等这些事，伫咱的会友也伫姊妹中间，总是咱会当得到上帝甲咱保守、看顾，咱为了这个，咱嘛要来感恩。就是圣经安尼记载讲，伫迄个10个内底，只有一个外邦的撒玛利亚人。转来感谢耶稣，其他9个，圣经讲这人拢是犹太人，因医好了，检查伤欢喜，就转去啊，就袂记得来甲耶稣来感谢。圣经学者施怀者伊安尼讲，毋是迄9个无要感谢，当9个要来感谢的时阵，耶稣已经离开去啊。伫这段圣经有真侪学者无共款的解释，都是咱照原来圣经讲，只有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来感谢。为什么是安尼？另外一个圣学者伊安尼讲，因为犹太人认为讲，阮是上帝的选民，希望阮破病犯罪，总是耶稣嘛讲阮医治啊。迄是啥？迄是理所当然的。耶稣。甲阮医治，迄是理所当然的。既然若是理所当然，就唔免感谢。总是只有迄个撒玛利亚妇人、撒玛利亚人感觉袂堪接，阮是外邦的，阮本来是甲犹太人有隔离，总是耶稣这特别请受我实在是袂堪接得到这种的医治，所以伫遐来感谢。用耶稣这种感恩的心，对伊的心内就庆出，用行动来感谢。亲爱的姊妹，伫咱的生命内底，咱嘛有经验这种的过程，咱会当健康，实在是袂堪接。有时阵咱的身躯真软弱，总是还阁会当得到保守，得到看顾，互咱会当得到勇健。这本身就是一个感谢的代志。咱会当活咧，本身就是一个感谢的代志，阿妹吗？咱暗时去困，新的一日会当阁醒起来，自然醒起来，会当活咧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新者，一个值得感谢的代志。所以伫这个感恩的日子内底，咱要算
要孝一点一滴，咱拢感受着讲啊，主啊，我实在是袂堪得，总是你安尼疼我，你安尼笑我，互咱会当来领受这种的恩典。迄种袂堪得的心，对咱的心来发出的时阵，咱自然就有感恩的行动。咱若感受到这一切拢是理所当然的，有可能咱就会袂记得上帝的恩典。所以，牧师真意爱直接提醒咱咧算小恩典的时阵，咱来用袂堪得这种的心情来感谢上帝。圣诗小等咱要吟的一首圣诗483首第1节，安尼写讲：拄着试炼，知会为你真艰苦，至到累至失望，四面看无路。你所得的恩赐，逐项都爱想来记，稳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主的恩赐，你就算得晓；主的恩赐，你兼算袂了。主的恩赐，逐项想来记，稳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主的恩赐，咱就算得晓，咱就会感受到咱不配，咱袂堪得，做是上帝对咱这么大的恩典，疼痛、祝福满满伫咱的中间。诗人讲：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我要用摇花行我的愿，我要用感谢做祭来奉献。咱有注意看这段圣经，有一个真特别的词，不断重复，叫做我要。迄个我要是什么意思？我要是一种的主动，一种的自发，一种的自愿，咱要有感恩的行动，来报答上帝对咱的疼。诗篇103篇第1节甲第2节，这是咱过去陈启准牧师真爱的一段圣经。诗篇103篇第1节甲第2节讲：我的心啊，你着学了耶和华，伫我内面呢，拢着学了伊的性命。我的心啊，你着学了耶和华。后壁一句讲：唔通袂记着伊一切的恩惠，唔通袂记着耶和华上帝对咱这么多的恩惠满满伫咱的中间。伫这个感恩的节期，互咱搁一摆来算来晓上帝对咱的恩典，三甲来祈祷。感谢疼阮的上帝，阮实在不配，但是因为你极大的恩典是落伫阮的中间。回想过去的年日，阮有拄着艰难困苦，主你甲阮帮助。阮有拄着身躯艰苦破病，主你互阮得到医治。阮有拄着艰苦，总是主你来安慰阮。主啊，阮要伫这个时，用阮的行动，用奉献来报答上帝你对阮这么多、这么大的恩情，阮就报答俾阮。互阮深深体会，感恩是一种的行动，用阮的行动来报答主你对阮这么大的疼痛。特别上帝愿意赐予阮，愿每一位他的姊妹成做一个受恩、蒙恩、报恩的人，献上阮的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牧师的提醒，特别是咱已经久是基督徒的兄弟，常常咱伫上帝的恩典中间已经惯势，袂记这是特别的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，圣诗第483首，请咱起立，圣诗483首。
福。